一聽到壞消息就開始心慌慌，試下呢3招 reset 大腦，安撫焦慮啊！第一 ，stop 調息法 ，S for stop， 停低手低嘅嘢 ，T take a breath， 深呼吸1-2啖，定一定神先 ，O observe， 觀察焦慮嘅想法，身體繃緊嘅位置 ，P proceed， 拉翻自己翻嚟當下，繼續做眼前嘅工作，放低呢個情緒。第二，將事實同埋想象分隔。揾張紙，睇睇你腦裏面諗緊嘅嘢，其實係事實定係想法呢？例如下1個月一定冇飯開嘅，呢個可能係你腦裏面嘅想法，就係可能其實你而家仲翻緊工嘅。睇清楚啊，其實你驚緊嘅嘢9成9嘅情況都係腦入邊嘅恐怖小劇場。認清事實就可以停止內耗啦。第三，專注可以控制嘅範圍，大環境你控制唔到，但係更新 CV 啦，增值自己，儲蓄應急嘅資金，全部都係你掌控到嘅事嚟㗎。焦慮化成力量，轉化做行動力啦。其實職場起伏好正常嘅。最緊要係唔好連個心都輸埋就得啦。想學多啲靜觀自救嘅方法，記得 like 同埋 follow 我哋啦，或者參加我哋6月10號今個星期3嘅免費靜觀簡介會啊！多謝支持。